请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旧约创世纪15章1到6节。和本圣经在第14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创世纪15章第1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世。”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世。”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上，请本堂主任牧师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无畏的信心一，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今天我们要与主同舟，也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有4个礼拜是我们的灵命操练，我们的主题是无畏的信心。我们只要能够活出无畏的信心，我们要从上帝你的话语来得到学习。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5月是我们每年中间的灵命操练的第一个月份，还有1月份是10月的时候。今年呢，我们要继续再有关这个爱的部分呢，我们要继续要去完成，因为我们从上次的时候就已经学习到说，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大诫命，就是要我们去爱，所以是留下他讲了很多的教训给我们。最后他要升天之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大使命，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在别人问耶稣说，那10诫中间最重要的是哪一诫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就是一个爱，你要爱神爱人。当你爱神，你就会守那前面的4诫；你爱人，你就会守后面的6诫。所以他的中心思想就是那个爱。那大诫命是要叫我们说要能够活出怎样子的生命出来，大使命是我们要去做什么。所以教会常常把这几件事情就化成我们的5大功能出来。那今天我们要同时在这学到，那要我们讲爱是很简单，但是爱怎么行出来呢？这个爱要如何真实的行出来？原来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有一个经节告诉我们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我相信这样就非常的清楚，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告诉他的。主耶稣要我们有新的诫命给我们，就是一个爱。但是爱怎么生出来？我们大家嘴巴讲都很简单，但是真正要行出来是到底要怎样呢？原来它不是那么单纯，是从里面来开始的。你要有清洁的心，有无愧的良心，你才有办法。再加上无畏的信心的时候，你的爱才能够生出来。所以我们从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边讲这几点哈。你要有清洁的心，有无愧的良心然后无畏的信心，才能够活出纯全的爱心出来。所以我们从2011年我们就开始学。第一页我们讲到清洁的心思，它英文是叫 pure heart。非常纯洁的那个心，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心，然后无愧的良心就是 good conscience，
他就是有良心，良心是每个人都有的，连坏人都有的。他常常会觉得自己很不安的感觉，就是那个良心在谴责着他。然后到今年我们要讲的是五位的信心的 sincere faith。那当我们期待我们每年有一个月呢来思想这个心思的问题呢，把它重建，那我们就能够呢心灵健康，能够活出有纯全爱心的一个基督徒。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在清洁的心思里面呢，我们原来是对付的这4样东西，一个是讲我们的不信，我们讲到夏娃，他不信神告诉他，你吃了这一颗善恶果，你就会死掉，所以他接受了蛇的诱惑。我们又讲到多马，他因为没有看到主耶稣，亲自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样子，他也不相信。所以针对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都有很多的不信。我们以为我们已经非常的进步了，我们科技应该这样，所以我要眼见为证，没有看到就不算。是真的科学是这样子的高明吗？但是我们知道，真正去研究人就知道，科学是所有的科学里面科技里面的科学是所有的科学中间最低层的一个。是没有看到就能够相信的那科学才是，所以是从神学开始，哲学，然后人文哲学这样一直下来，到最后才是一个科技科学。但是我们觉得没有看到，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信。针对这样子的不信的时候，要怎样去清洁我们的心思呢？原来主耶稣是利用多马的时候呢，当多马看到主耶稣这样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惭愧的时候呢，主耶稣告诉他一个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原来主耶稣是用爱跟真理来接纳的多马，接纳的我们人的不信。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主要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同时用爱来包容我们。到情义的时候呢，我们情义的时候用那个例子是用这个大卫，情义是神所赏赐美好的东西。是要我们人去享受的东西，包括有五官，还有这七情六欲等等这些，但是我们误用了它，然后大卫他就犯了奸淫，又借刀杀人。这时候神怎么去救大卫呢？原来拿单来跟大卫讲的时候，他马上就悔改了，他就写了诗篇51篇。你好好回去看诗篇51篇，那是充满了痛悔的心，怎样子的他得罪了神。他不是为了这些罪行，原来的根本就是因为没有敬畏神，所以他得罪了神，他才去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是用悔改，我们可以去这样去对抗我们在情义上面的这些不好的情形。我们都可能会犯错，我们的情义方面，我们有眼目的情义、肉体的情义、眼目的情义、今生的骄傲、身心灵3样都会有这个问题在。但是神要我们错误的时候，我们悔改，神就接纳。大卫最后成为神眼中看为的合他心意的人。犯了这么重的罪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会像他犯这么重的罪，但是神还是称他为合他心意的人，因为他深深的悔改了，他就重新再造了清洁的心思。修记里面呢，我们讲到用撒玛利亚妇人，他不敢在白天的时候，在大家都出来取水的时候，他在没有人取水的时候，那炎热的中午的时候才出来取水。但是耶稣经过跟他一次的对话之后，来回的对话之后，他终于放下他的水桶，去告诉所有城里面的人，他遇见了弥赛亚。原来耶稣是用接纳他，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就不理他了。没有，耶稣花了很大的心血告诉他。敬拜不是只是在撒玛利亚，还是在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神是这样，神是灵，你只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所以用这样子的接纳的方式，让他去对付他的羞惧，就医治了他。论断呢，我们举的例子是用约瑟的例子。约瑟因为他被他的弟兄们把他卖了，后来约瑟当了宰相之后，他有机会能够报复他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弟兄也很怕约瑟会这么做，所以在他父亲死掉的时候，已经觉得没有保障的时候，就来跟约瑟讲说，父亲说这样，
他说你们不用用父亲的名字，其实你们这样做原来是恶意，但是神却利用你们这样而造就了现在的美事。他不用论断去这样，人有这种论断的机会的时候，但是他用饶恕去做了。当我们学习对付我们的不幸，对付我们的情谊，对付我们的休忌，对付我们的论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保有了清洁的心思，我们就开始要把我们的整个的心思开始清理，清理之后就重建，我们就可以宣告，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要有清洁的心思。这是我们在2011年讲的，大概经过2年，大家有一点不太记得，所以我把它重复一次。去年讲的呢是无亏的良心，大概应该比较能够记得。我们讲了4点，用4讲来讲。第一个我们要对付，一个是软弱的良心。软弱的良心里面，我们提到是因为我们对真理不是很熟悉，特别我们提到一个例子是，当我们去吃了祭物的话，祭拜偶像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开始觉得你好像怪怪的样子哦？我可以吃，不可以吃呢？在这种环境之下，不得已就只有这样的时候，我能吃吗？其实，因为我们是对真理的了解，并不是那样子了解，所以我们开始会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很平安。这是软弱的良心。当我们真正明白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这样。当然，我们也要我们所谓明白真理，也要为了别人而想。当别人看到我们是没有，我们明白真理，我们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别人看到我们这样子，说不定他就跌倒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我们要对付我们软弱的良心，然后我们要建立敏锐的良心。这提到的是那个是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法利赛人站在大众面前大声的祷告，我不像那一位就是犯罪的罪人一样。而税吏乃是一个躲在角落里面，求神怜悯他。他是一个罪人，哪一个人才是有敏锐的良心呢？是一个觉得自己自以为义的人呢，还是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好的人呢？要防止这样子的在良心上的这种迟钝，我们要开始建立积极对真正良心的认知。就是告诉我们要常常有敏锐的良心，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常常要存着谦卑的心，在拥有清洁的心思里面，我们用施洗约翰来提，他明白，他生下来他就知道他的命定是什么，所以是在旷野里面生活，过着这种吃蝗虫、喝野蜜的这种生活，为了怎样？他不愿意受到这个社会整个的污染，所以他拥有他清洁的心思中明白他的命定。所以鼓励我们大家，如何能够明白每一个人的命定呢？我们是被创造出来，并不是偶然的。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定，都有他的任务在。你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吗？你要是不知道，你就知道你有没有你所做能够容神益人吗？这样你就能够拥有这个清洁的心思。最后我们说活出这个无亏的良心的时候，我们是用撒该的这个例子。他这样子遇见耶稣之后，耶稣要到他家去，他马上就悔改了，他就做出他要做的事情。他要讹诈人的时候，他怎样子的4倍还给人，他要捐出1半的钱。你仔细算一算，他一定是破产的。还只是因为耶稣接纳了他之后，他就这样对付他软弱的良心，他建立起敏锐的良心，他应该怎么做？他拥有清洁良心，他活出来就是一个无愧的良心。这是我们在去年所学到的。我们已经渐渐觉得，我们已经开始对付自己了。我们要把爱活出来，原来有这么多要做的。今天我们再继续讲到是说，我们要有无畏的信心，开始建立一个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人靠自己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个从神而来的。那你如果跟神能够连接在一起呢？我们要用4讲。第一讲是今天我们所讲，我们要明白因信称义，它是告诉我们信心是多么的重要。第二个，我们在下礼拜要讲到拥有巨人的信心，我们祈求赏赐，我们有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该有巨人样子的信心。第3讲的话，我们讲到肯定信心的真谛，信心真的有用吗？要从属灵的前辈里面来肯定信心，他给我们的证据是什么？
最后呢，我们就盼望能够活出无畏的信心，活出无畏的信心的生命跟这个生活出来。这个是我们这礼拜这个月里面所要来学习的。那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经节是讲到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种话语，所以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故事来一起来学习。第二，我们还是再重新思考，你认为你能够因为行为而得救吗？如果是不能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呢？依靠什么呢？要到什么程度呢？我相信你认真追求你永恒生命的人都会问到这几个问题。我到底要如何才能够得救？圣经中也有一个故事，当有一个青年人，大家都觉得他非常好的一个青年，他来问耶稣：我如何才能够得救呢？耶稣告诉他：你要守这个守这个，这我都守过。你要怎样？这我都做过了。最后耶稣告诉说：你要变卖你的家产来跟随他。他就怎样黯然的离开了。这个历史我不是要讲后面，我是在讲前面的故事。当一个人大家都觉得他很好的时候，他仍然存有一个问题：我当如何行呢？我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我要做到什么程度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知道的。我们在追求永恒的生命中间，靠行为可以吗？如果不行，我们要靠什么？要靠什么程度呢？我们都知道，讲到信心的时候，讲亚伯拉罕呢是信心之父，他不只是犹太人的共同的祖先，也是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信心的之父的典范，要给我们知道他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我们知道，从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呢，他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们从乌尔搬到哈兰的地方停下来。这时候呢，神向他显示，在父亲死掉之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要跟他立约，应许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哇，这是何等大的福气！有人要因你得福，不是有几个人，不是你的家庭因你而福，而是万族都要因你而福。世界上所有人都要因为你而得福。这个人要不是真正那样子的神，在神眼中好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应允呢？亚伯拉罕呢，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带着妻子撒拉，还有他的侄子罗德，就离开了哈兰，到了迦南地，就是神要赏赐他的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一个坛，来求告神的名。在今年中间，我们就一直在告诉他，我们要筑个人的祭坛，要筑家庭的祭坛，要筑教会的祭坛。祭坛到底是什么？新约中间已经不再有旧约那种祭坛，有一个坛，然后就烧火，然后就把这个肉啊还是什么摆在上面，素祭也好，什么祭也好，就摆上，然后烧起来，然后带着烟到神的面前去，用这些生物呢来代替我们人的罪，求神来怜悯我们。但新约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那祭坛在新约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祭坛就是跟神相会的地方。你要舍弃某样东西，求神来怜悯我们的地方，而且在神同在的地方，这几个意义把它加在一起。所以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筑了一个祭坛，神就跟他同在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人在奇怪说，为何犹太人能够国家灭掉2534年之后，他仍然能够建国呢？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灭了10年，人家就忘记了；20年更忘了，早就忘记了。何况是2534年？犹太人在西元1948年的时候，他们重新复活。他们灭掉是在主前586年被灭掉。为何他能够再次的复活，而且又回到迦南地呢？原来迦南地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到处筑坛，神同在在那个地方。神允许要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在那个地方来建立起来。这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事情。神在2次的在迦南地呢，向亚伯拉罕显现呢，跟他应许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要赏赐土地的，而且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事情就是像这样，直到永远这一块土地就是属于犹太人的。而且他的后裔呢，要多如沙尘，多如尘沙。你能够数算沙的话呢，才能够算出犹太人有多少人。这记载在创世纪12章第7节、13章第15节到第16节的地方。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他受到很大的祝福。
他从这样离开乌尔到哈兰，哈兰再到迦南地，显然是一个外地人。但是我们看到神，他受到神的祝福，用很多事件的发生，让亚伯拉罕的金银出生呢非常的多，唯一缺乏怎样？没有孩子。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特别进到今天的经节里面，前面刚好讲到亚伯拉罕呢，他中间发生一事情，在罗德呢，后来他们觉得因为财产都很多，那怎么办呢？他们常常住在一起的时候呢，挖井也不够用，草因为羊太多了，草一下就被吃完，怎么办呢？他们势必要分家。所以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说：“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请你来选择一个地方。”罗德一看，往东的地方就是约旦河附近，这样有河流的地方，当然就是比较土地一定是比较有很多的树木花草这样，他就选择往东的地方去。然后亚伯拉罕就往西去，往东的地方呢，就在约旦河的河岸的这附近，包括死海，包括这些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市。到那个地方去之后，罗德没有坚定的信心，就当地的人就开始生活中间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市成为神眼中看为极恶的城市，就派遣天使下来把它灭掉了。还没灭掉之前的时候呢，罗德在那个地方时呢，有一个国家来打索多玛的这个城，就把他们打败，把所有东西都掳走了。有人去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带了318个人去将罗德救回来，又将所有的财物通通拿回来。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叫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这时候他就将他所得的财物的1/10献给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呢是在这个地方唯一出现名字的地方。在希伯来书的时候呢，要给他一个评语，在那边我们才对麦基洗德更了解，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预表的基督，因为他里面所讲到的是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常年为祭司的。然后后来讲到第3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其他就没有再记载过这一位麦基洗德，但我们可以也以后面的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呢，他有点在预表的是基督的来临。所以亚伯拉罕他有所得的时候，他就献给这个神应该要献给神的1/10，他就献给神。今天的经节第一句话讲到这样，这事以后，也就是这件事情。当亚伯拉罕碰到麦基洗德之后，他将献给他之后，然后就回来之后呢，就这事以后讲到今天的这个经节里面，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神再次的向亚伯拉罕来显现，神告诉他怎样？第一句话，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在前面已经有这么多次的神跟他见面了，中间亚伯拉罕最 care 一件事情，你不是要我的儿子很多，都如沙吗？都如天上的星星。今天看了讲，还加上还有星星，带他出去说，你能够观看，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没有办法数过来，你的后世就要像这样子的多。这时候亚伯拉罕呢，他已经不是那个75岁了，他已经快到已经90几岁了。经过已经神给他的应许，已经经过20年了。这时候你觉得亚伯拉罕他的心境是什么呢？此时亚伯拉罕的心境呢，乃是这样子：75岁就得到应许，要成为大的国。然后以罗德分家的时候呢，又再次得到应许，说他的后裔要众多，但是他却没有半个孩子。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他接下去神今天告诉他说，不要惧怕。往下讲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好像是无奈的讲着啊，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你要赏赐我没有错，但是我没有儿子啊，大概是要给我以利以谢这个仆人吧。
是一种很无奈的这种说法，说大概是要别人在承认，但是神却给他非常明确再次的告诉他，要从撒拉从以撒所生的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就有经节在，我们可以回去看。今天的经节里面再次强调说，神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像天上的星一样的多。重点是在第6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为他的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看为是好的，合神心意的。你或者另外一句话讲，就是说他已经可以达到被得救的那个标准一样，因为神看为好的啊。为何呢？亚伯拉罕没做什么事情呢？前面这句话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以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一个东西：怎样在神的眼中被神看为义呢？原来就是一个信就好了，只要你有信呢就可以了。但是亚伯拉罕这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亚伯拉罕信他可以得救，他可以称义呀。那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怎么办呢？这一句话呢，在撒拉呢，他曾经因为在讲到说要有很多的后裔的时候呢，他的太太撒拉就想着这么久了都还没有养，我又不能生了，怎么办？干脆把我的使女呢夏甲给亚伯拉罕，给他的先生去做妾，生下来，说不定神是要照着这个样子赏赐给他的很多的子孙。所以呢，就生下了以实玛利。其实也是因为这样造成我们现在世界大乱啊。因为以实玛利就是回教徒的祖先啊，从他开始就是回教徒开始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常常在回教徒在杀基督徒。两个之间在这种征战中间，但是呢，神非常的清楚告诉他，只有从亚伯拉罕生的呢，才是神所要祝福他的这个后裔在。亚伯拉罕已经近100岁了，但是还没有孩子呢。神大家仍然仰望在神的应许中呢，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神就算他为义。后面这一段呢，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也就是保罗。他重新阐释这个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在创世纪第15章第6节，这边讲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到罗马书的时候，是保罗重新把这件事情再重新讲一次。他觉得，因为亚伯兰还没有孩子，但是他仍然仰望在神的应许，还相信呢神的应许一定会做成的。所以神就算他为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保罗继续阐述告诉我们说的，算他为义这件事情不是单单为亚伯拉罕讲的，他还告诉讲后面第23节到24节就是讲，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也就是我们要是相信主耶稣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这件事情，而且相信主耶稣，靠着主耶稣我们也能够得永生，这件事情我们也要被称为义。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发现到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能让你得救。我们正在苦恼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了，为何？因信。因为他相信被称为义，哇，多好啊！保罗阐释告诉我们 ，no， 不是只有他而已，凡是所有相信主耶稣死复活是神使他这样的人，你又依靠他的话，你也可以被称为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样，我们已经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又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得到新生命，我们也要被称为义，不是因为行为，而乃是信心。有信心，但这信心到底一样，还是回到同样的问题？你讲有没有信心？有啊！你问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说我有信心啊。只是你的对象是谁呢？是对自己有信心，还是对神有信心？好，你假如说你是对神有信心，那请问你的信心到哪一种程度？我们从罗马书保罗写的里面呢，他告诉我们，
你的信心要达到像亚伯拉罕这样这几点。第一个，你是不是相信你的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使无变有呢？真正相信不是只有字眼的相信而已。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件事情能够比这个大，使人复活，没有变有。你相信的神是这样子吗？你的信的程度有到这样子吗？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然指望，信心还不是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些白色这些字眼，通通是从罗马书里面出来的，就是罗马书里面的第14章的第23节到24节里面所提到的。我们的信是真的这样子的信吗？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比喻故事里面讲的。他说有一个登山的，他去登山的，但是晚上非常的暗，他没有注意到，砰，掉到山谷下去。当然是非常的慌啊，抓，突然被他抓到一个东西了，就停住了。哇，他吊在半空中又寒冷，他就开始喊了：“主啊，救我啊！主啊，救我啊！”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相信我吗？”哇，好不容易主终于听到他声音，相信我，相信你，真的相信我吗？相信啊，那请你放开你的手。停掉了，不敢讲了，也不敢回应了。他怎么敢把这个紧紧抓住这个东西放掉呢？隔天早上有登山客走过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吊在树上，吊在一个他紧紧抓着一个东西，离地上只有1公尺而已。神要救他，他也讲说他相信，但是真正要他做出那样的决定，他觉得他还是相信自己吧。信心到底要如何？你相信的是自己，还是相信的是别人？你要如何能够得救？是因为你的信，而这信到底要怎样呢？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的信，我们不是要像法利赛人的信，我们要剔除掉法利赛人的信。法利赛人觉得说，我只要照着这样子做就好，我有行为就好了，相信自己的行为的敬虔，然后恪守的律法就好了。他没有办法相信说神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恶呢一定大于他的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依我们的行为能够得救，只能依靠神的恩典来得救。与亚伯拉罕一样呢，神要称你为义，只要你一心相信。你一心相信神吗？我们要一起来宣告：我信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必依照他的善良美好，照着他的定义施恩给我。这是刚才保罗的阐释，就是这样。当亚伯拉罕能够因信称义的时候，而这因信不是只为亚伯拉罕而已，也为我们这些，我们也一样相信。我们所相信的是叫人使人复活，从无变有那一位神的时候，神就要称我们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义，是神称我们看我们为义。所以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右手，我们来宣告这件事情来。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信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必要依照他的良善美好，照着他的定义施恩给我。阿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明白信心到底是怎样，信心在称义中间的重要，在得救中间是多么的重要。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你得救，行为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你自然要行好事，因为神要与你同工做这些事情，神要借着你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称我们为义，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恩典。愿神祝福在所有
愿意真正相信他是叫的死人复活，从无变为有神，从无变为有的那一位神，神就称我们为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学习里面操练中间无愧的良心，要行出那信心。进到第三个要学习无愧良心。第一个，我们来学习到信心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只有信心才能够使我们得救，只有信心才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而这信心呢，不是只有我们嘴巴讲讲而已。我们再次从亚伯拉罕他的故事中间来学习到，有信心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主，你知道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求主你让我们真正能够放下一切那些捆绑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很多的不正确的想法，自己的有限，能够单单的来信赖主。主，你就要像亚伯拉罕讲的一样，要因我们的信看为义。求神祝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施行审判和拯救。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定十字架死复活，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信仰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与上帝。我们信上帝是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阿们。